开始来关心核管法第昨昏三读通过，核电厂上长会当延役20年。对此，行政院是表示，修法并无牵涉5月17日要停机的核三厂2号机，因为政府目前嘛无相关延役的规划。核安会是表示，佢嘛搁爱清点倒一寡主法爱对咧修正。因为台电嘛讲，爱等相关的主法出来了后，才知影后一步要安怎做。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第6条条文修正通过。国内最后一部运转中核电机组核三厂2号机运转执照17到期，国民民众两党提出核管法第6条修正案，总立法院三读通过。未来会伫核电机组执照到期了后，经营者随时影响核限会申请搁继续运转，执照的有效期限是上长20年。行政院回应，因为修法通过了后，啊无细部规范，所以无相关延役评估规划。台电也表示，爱等相关做法出来，才能评估的一步。一步一步看后续的执法修得怎么样。那主管的机关，他要求台电必须要检验哪些单位、哪些部分，那台电才有依法他去做下面的进行这样。核安会表示，除了看台电是不是提出延役申请，爱去盘点爱修正到一寡做法。整个修正条文件看到以后，我们会去盘点嘛，对相关法规当然包含16条，这部分要怎么去对应的这个修订，这部分我们也还要再盘点。核安会讲到第16条，就是核子反应器实施运转执照申请审核办法，规定执照到期前5到15年申请换执照，也就是讲，这做法无修正，3个核电厂拢无资格申请换照。全国废核平台发出声明，强调这修正案是为牢固核电厂改套开后门，即比重开核电的意图。毋但核三也搁有核一甲核二在内，无顾核安风险，无顾当地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，所以要表达严正谴责甲抗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